MP3 同 Wave 有咩分別？其實就好似影印本同原稿咁，音頻壓縮主要分兩種，就係無損壓縮同埋有損壓縮啦。先講無損壓縮，例如 FLAC 同 ALAC 格式，佢哋可以保留所有細節，原理就好似 Zip 壓縮檔咁，解壓之後音質可以100%還原。另一種係有損壓縮。大家最熟悉嘅 MP3 同 AAC 就係呢類，佢會永久刪除人耳聽唔到嘅聲音資訊，從而減低檔案大細。雖然少咗細節，但係檔案變得好細，非常適合平時聽歌同串流。咁如果我哋自己做 podcast，應該點樣揀格式好呢？最佳做法係錄音同後期製作全程用 WAV或者 FLAC， 咁樣就可以保留最高質素嘅聲音，方便我哋做剪輯。到最後發佈嗰陣，先輸出做 MP3 俾聽眾下載收聽。記住留返份高質素原檔，第時想重新處理都冇問題啦。